司馬遷貨殖列傳序。老子曰：治之極，鄰國相望，繼舊之盛相聞。民各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俗，樂其業，至老死不相往來。必用此為務，挽近世，圖民耳目，則既無行矣。太史公曰：夫神農以前，吾不知矣。至若詩書所述，餘下以來，耳目欲極聲色之好，口欲窮初患之味，身安逸樂，而心誇經世能之榮始，俗之賤民久矣。雖胡說以謬論，終不能化。故善者恩之，其次彌道之，其次教誨之，其次整齊之，最下者與之爭。夫山西瑤才、竹、谷、盧、毛、玉石，山東多豫鹽漆絲聲色，江南出南子薑桂金石蓮丹砂茜玳瑁珠璣齒甲，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氈裘巾幗銅鐵，則千里往往山出奇志，此其大教也，皆中國人民所喜好。瑤族披服飲食，逢生送死之具也，故待農而食之，寓而出之，工而成之，商而通之。此寧有政教法徵其會哉？人各任其能，竭其力，以得所欲。故物賤之精貴，貴之精賤，各權其業，樂其事。若水之趨下，日夜無休時，不召而自來，不求而民出之，豈非道之所附，而自然之驗也？周書曰：農不出，則伐其食；工不出，則伐其事；商不出，則三寶絕；儒不出，則財貴少；財貴少，而山澤不辟矣。此四者，民所衣食之源也。源大則堯，源小則鮮。上則富國，下則富家。貧富之道，莫之奪與，而巧者有餘，拙者不足。故太公望風於盈丘，地色魯，人民寡。於是太公勸其女工，極技巧，通寓鹽，則人物歸之，強治而復臭。故齊冠帶伊利天下，海代之間，斂微而往朝言。其後齊宗衰，管治收之，設輕重九府，則桓公以霸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。而管事亦有三歸，位在陪臣，附於列國之君，使齊富強，至於威宣也。故曰：倉廩實而知禮節，衣食足而知榮辱。禮生於有而廢於無。故君子乎好行其德，小人乎以息其力。淵深而魚生之，山深而獸往之。仁乎而仁義赴焉。富者得勢益彰，失勢則客無所知。議而不樂，夷狄益甚。燕曰：千金之子不死於市，此非空言也。
故曰：天下熙熙，皆為利來；天下攘攘，皆為利往。夫千乘之王，萬家之後，百室之君，上有還貧，而況匹夫偏戶之民乎？